大家好，我係博耀牙科嘅吳醫生。排呢好多啲朋友留言俾我，佢話保隻牙可以用10年喎。事實上呢，係咪可以用到10年呢？呢個問題呢就問得讓我好難受，好難受。點解呢？因為補牙呢可以用10年係有條件嘅，但係呢，如果條件好嘅情況下話，點止10年啦，20年都冇問題啦。有啲細路哥嘅話，佢話唔小心跌親喎，崩咗少少喎，呢種情況好多人就打面啦。佢話翻到嚟，我先補1、2年喎，又甩咗啦，點算啊？人哋話可以補10年，咁點講嚇？補隻牙啦，可以用10年係有條件嘅。比如喺乜嘢位置？如果一隻牙齒係咁樣嘅，中間有個空隙，有個窿爛咗，呢啲補翻落嚟，用個材料好啲，用一個比較理想嘅材料呢，就可以用得好耐好耐啦。比如乜嘢情況下補個牙齒可以用10年啦？一就梗係個位置啦、材料啦，仲有醫生嘅技術啦，仲有呢就係補完嘅話，你係點樣去咬啊？仲有嗰個位置啊，你平時刷得乾唔乾淨啦，都有關係嘅。比如咩位置呢，可以用10年都冇問題呢？中間個窿呢種情況呢，係唔係一補落去用幾耐就係睇個材料夠唔夠硬嘅，係嘛？但係呢，比如呢種情況，一隻門牙嘅話，多門牙嘅話唔掂啦，咁樣崩咗個角。呢種情況嘅話，你係唔係點樣黐嘅話先可以黐得好呢？呢種情況嘅話，就要同醫生嘅技術，仲有材料啊，就仲會唔會再跌親啊？就有好大關係㗎啦。比如呢種情況咧，同10年咧就冇有咩關係㗎啦。呢隻牙門牙嚟嘅，如果崩咗少少咁樣嘅話，你再修復翻去嘅話，同10年就冇乜關係㗎啦。就同你平時食嘢保養得好唔好啊？會唔會再仆親啊？會唔會話就係補啲材料容易喺呢個位置有滲透啊？呢啲都會容易甩㗎啦。呢同10年係冇有關係嘅。呢種情況呢，就冇有10年㗎啦。仲有一種情況啦，同醫生嘅技術呢就有好大嘅關係啦。比如呢叫做異類動，又叫做臨面處。比如呢個位置壞咗啦，斷咗啦，隔離又係一隻牙喎。呢種情況點樣補呢？呢就要同醫生嘅技術有好大嘅關係啦。修復呢個位置會唔會攝嘢啊？有好大嘅關係啦。仲有呢，裡面拋光得到唔到位呢？呢種情況同醫生嘅補牙技術就有好大嘅關係啦。如果補得唔好嘅話，呢個位置就好容易食物嵌塞，之後呢清潔唔到位，就容易繼續產生一種齒叫做繼發齒。呢種情況呢就會容易攝嘢，容易繼續爛牙啦。呢種情況啦，補得唔好嘅話，就解決唔到問題㗎啦。無論邊種情況下補咗牙，如果清潔唔到位嘅話，冇有用牙間擊刷牙線平時刷牙咧刷得唔到位嘅話，都係會容易繼續爛牙嘅。所以呢，口腔衞生非常重要。呢種情況嘅話，補得唔好，容易食物嵌塞，繼續爛牙，係咪用唔到10年啦？答案係唔可以。仲有一種情況就係叫做咬合啦。如果有夜磨牙或者平時嘅咬合係凌亂嘅，就會導致，比如呢啲牙齒補落去就好容易甩啦。如果材料上面選擇嘅話唔係咁理想嘅話，就會導致夜磨牙啦，或者咬合凌亂咧，就會容易導致嗰個咬合面比較快速嘅凹落去嘅啦。咁樣咧補個牙一樣係用唔到10年嘅。嗰個咬合呢，仲有一個問題係要非常注意嘅，就係比如果係門牙嘅話，你要補翻氣嘅話，嗰個接觸面盡量係接觸得輕微少少。如果後面嘅牙齒嘅話，你可以通過我哋個調合，把對合個牙尖稍微調少少，冇俾佢直接針鋒相對、矛盾相對，咁樣嘅話就會對個時間用會更加耐啲咯。以上呢，咬合嘅調整同埋修復嗰個臨面嘅關係，仲有材料嘅選擇啦。以上幾點啦，同醫生嘅技術判斷都有好大關係嘅。咬合嘅調整同醫生嘅技術判斷有好大關係㗎。如果你補完牙嘅話，你咬到覺得呢邊有啲阻阻地，呢邊有啲咬唔到嘅時候呢，你就要翻嚟揾醫生調整一下咬合喎。補牙用10年或者10幾年都係有可能嘅，但係呢，你要做到以上幾點喎。好啦，呢期嘅影片就喺呢度啦，拜拜。